今年4月，宜兰绿色博览会有游园车弄着人，造成1个人死亡，1个人受伤。家属今仔日出庭调解，指控这县府拢点无来关心。宜兰绿色博览会今年4月发生游园车挡啊失灵，并且意外，造成一对翁某一死一伤。游园车负责人姓吴甲司机姓陈的查甫人，拢获检方起诉，专案已经进入审理阶段。妈出院之后，政府单位其实对妈妈、对我们家人的这一块都不闻不问。家属甲律师到宜兰地方法院调解开庭，指控代志发生到即马，县政府拢无咧插，无积极处理这代志，呼吁公部门应该更较积极负责。县政府表示，事后针对家属拢陪伴关心，厂商是对这代志给了回应。是我们还是就尊重司法，交给律师去处理嘛，这样子。对。这案件也和审计师检讨，认为县政府甲厂商合作契约内容，虽然包含合作方式、收费、保险甲分润机制等相关规范，不过缺少事故应变甲通报机制，违约法则甲契约修改，也有终止这事项，也无要求厂商提供电动火车基本资料甲合格检验报告、保养费和频率甲记录、驾驶员资格甲管理这资料。整个活动、整个大会，其实它本身就有一个通报机制，一个一个比较缜密的通报机制哦。县政府表示，针对审计师检讨部分，在公共安全甲维护消费者权益，已经要求办理活动的南雄农业发展基金会参考相关的意见，对以后活动合作、事故应变甲通报机制这事项，拢爱照标准契约范本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